佢話，每當同工會委員見面嘅時候，對方嘅反應總係相當犀利，有時甚至帶啲攻擊性。而就喺咁樣劍拔弩張嘅氣氛之下，佢總係笑住拋出同一句嘅說話：不如每人嚟碗炸醬麵先啦，邊食邊傾。聽到呢一度，我忍唔住就問啦：你係話先食炸醬麵？原本仲以為佢會分享一句咩強而有力嘅談判話術，冇諗到竟然只係咁樣一句日常到唔可以再日常嘅開場白。我一時之間有啲錯愕啦，隨即又覺得咁樣嘅開場實在太有趣啦。原來佢嘅秘訣其實好簡單，先請大家嚟一碗熱辣辣嘅炸醬麵，香氣撲鼻，味道濃郁，食入嘴裏面唔只係食物，更似係一種令人放鬆、卸下心防嘅儀式。肚就填飽咗，心亦都跟住安定落嚟，原本緊繃嘅氣氛自然而然就鬆動咗啲啦。呢一段時間，佢從來都唔急住切入正題，而係先係輕鬆咁樣傾下近況啊，寒暄幾句，唔傾公事，只係專注令到彼此嘅距離拉近一啲。等到氣氛緩和啦，情緒穩定咗，再慢慢咁轉入正式嘅對話。咁樣一嚟，成場嘅溝通亦總能順利好多啦。就似係咁樣，喺準備談一場可能充滿挑戰嘅對話，無論係敏感嘅話題，可能引發衝突嘅溝通，定係話語氣尖銳嘅交流，我哋首先要做嘅，其實係為彼此營造一個正向而且舒適嘅對話空間，借由一齊享用一餐美味嘅餐點，搭配幾句輕鬆嘅生活閒聊，唔淨止可以令彼此嘅情緒慢慢對頻，亦都能將對話頻道調整到更溫和正面嘅模式。咁樣嘅氣氛轉換，正係關鍵所在。氣氛啱咗，溝通自然就順咗。